讲到金华城弊案，即卖也传出着乌色风波，兼风藏约旦经维经集团的主席辛庆京，也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，问话了后呢，拢写下禁见，也那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甘淑培，再去到监察院申诉，要求单核前台北市长郭文哲。针对着金华城弊案这么大条，台北市政府今日要求停工令，市长蒋万安就表示会配合调查，一切是依法办理。 董事长没有话想要说的。谁叫您所会？陈先生。维经集团主席辛庆京二八暗时10点半，移送北京复审，全庭面啊笑笑。复审了后，辛庆京声压，互人倒回精神的，还有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加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等人。陈玉坤得到交保，应晓薇互检方查出，少户有甲维经集团等人有真侪钱业来往。 涉嫌收钱协助金华城用职，复审了后，互人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受贿罪嫌，有逃亡套口径的告如声压。法官律师还搁伫议卷，也未定声压庭开庭的时间。金华城风波扩大，郭文哲也向亚出接受辛庆京的招待去投资稳园唱歌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甘淑培再去监察院提出申诉，要求单核郭文哲。就是金华城沈庆京的阿拉丁神灯，要什么？ 给什么？完全的违背他对于市民的承诺，完全违背了他市长的职守，要求监察院能够对柯文哲来进行弹劾。财团老板也是就是一个市民嘛，所以遇到这还是有，从来不会去否认。按说有去唱歌，有他请过我一次啊，但是选后，他当我说啊，这选不掉哈，给你爱味道些。 金华城案，郭文哲讲，规个过程无啥物违纪能力，便当会拢有会议记录，真正案件公开透明。不过，议员质疑关市府护航金华城案有3个关键用印，为快速同意都委会召开会议，到通过金华城差不多拢无修改变更草案。也甲台北市政府市长偏金星代表郭文哲最关键的因仔，互金华城用这奖励增加到840%。你看，从3月到最后的11月。 公展的部分签完8个月搞定，哪一件案子？台北市尤其市民的所有的陈情案，包括呢他们的都更案，哪一件案子可以8个月把它搞定？而且还可以把整个台北市政府的都发局变成是金华城的顾问公司。 针对辛庆京发布声明讲，唔捌互将官员，也是送红包。佮讲福市府甲瓜市府拢有官员加讨钱，以随拒绝。则互金华城申请用职一直互人报复。霍良斌嘛发声明，要求指出人事是第一，向检调稽法，卖转移焦点。我们都会持续关注这个案子的后续，一切一定依法来办理。所以事实到哪，我们就会处理到哪。 若是牵涉到乌西顶不法，台北市政府今日要求金华城停工。蒋万安表示，已经请政风处主动调查查清楚。台北市政府原来全力配合检调侦办，希望查清楚事实，相关真相，公正公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